真心哦，上课啊，咱这个月考到3/2尔，考2节尔，咱今仔就才进入上了，啥哪会考遐少？因为有的班的课在星期五，所以星期五的班的老师说他上不完啊，所以但是我们没有管，我们就是照进度上啊，但是因为月考没那么赶哈，所以咱有时间咱可以当来复习者哈，用平板来复习者。所以咱今来看3/2天气现象等下啦迄个下课进行，咱有时间咱来放一下影片我会互博士的影片，甲拄英语班在看迄个龙卷风，迄嘛是一种天气现象，但是我们这边比较少见的天气现象。龙卷风伫咧美国中西部电影里面有讲，3不5时迄个有龙卷风来，所以伫遐大的人迄厝拢免起伤好，迄第礼拜起后礼拜互龙卷风扫去啊。不过他们都有那个很好的一个地下室，伊的粮食上用那个树枝龙卷风一来就开始到地下室避难。我听上面这样轰轰轰轰，没声音了，爬出来地下室的出口一看大放光明，啥哪因为厝无去啊？找查无伊个起，都唔免起上好，因为后礼拜可能阁无去啊，所以起砍的就好，会较大好诶，下面地下室好一点。来，天气现象，来问一个问题：天气跟气候有什么分别？天气跟气候的差别在哪里？时间的长短嘛。多长？有没有界限？没有严格界限。那会讲明天的天气，咱袂讲明天的气候。那会当讲这星期的天气对不？那这个月嘞？这个月利用天气啊气候，所以越长就越怪，对不对？通常一季的话，咱会讲季节性的气候咱会讲季节性的气候，所以一季用气候没有问题。那一天或是周，我们就用天气。短时间咱就用天气，天气好无来，跟天气有关的，云甲雨，因为有云海落雨有云海落雨啥哪有云？为什么有云？恁冬天做寒的时阵有吐白烟无？抽烟，吐出来就白烟，安怎来？你身躯内底水蒸气同学哪会困去啊？你上课若困我认为3平板来，你是免算啦变啥嘛就会困咧。我记起来因为我提醒你平板教学是辅助教学咱这是主要的，主要上好你爱让辅助主要你莫迄个上课无在听困安怎平板杀来算像较精彩起来，无安尼。在我第4班的课迄有人足坚持的坚持睡觉的。我全班玩平板玩到嗨疯了，不起来就是不起来，那个镇定的功夫真的是一流。有几个就起来了，你起来我嘛无要分你你莫
在上课你咧困，结果要佚佗的时阵，你要请假要佚佗，咱不是咧佚佗哈，我们是教学哈，那个辅助教学哈，帮你复习的哈，你主要都无学好，你要来辅助啥你若这班规个状况无好，你应该袂啦我若感觉讲，恁规班拢状况无好，就免啦，反正宪法也没有规定上课一定要用平板，对不对？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一定的云是固态、液态、气态？固态、液态、气态？绝不是气态，液跟固都有可能，因为我可能是冰晶对吧？太冷了就会冰块、冰晶，水蒸气你一定看不，记得这个概念水蒸气你一定看不见，看得见的又不叫水蒸气了，所以小水滴也是冰晶啊来，因为高空温度低，所以水蒸气也凝结变成小水滴，甚至凝固变成冰晶，有变成天顶上的云。你啊地面个叫做雾，你啊地面个是叫做雾。我问你你若伫山上，过来边你叫伊云啊雾？我有人遐去山顶突然间一阵大雾，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再过1分钟，一片晴朗。假如呢？我山下一看，就是一片云飘过那个山上的地方了。你若拄伫山顶，你忽然间大雾来了，云飘过去，又好了一个是安尼。来，你身边的就叫雾啦。你若看顶管，那叫云啦那叫云。好，有云就容易下雨会凝结，就是地面的水蒸气到顶管上升凝结变做云所以咱的雨有3种，来咱看第3种：对流雨、地形雨、封面雨。来，第一种对流，咱地面的迄个水汽、水蒸气去顶管凝结，就变做云，变做云就落雨落来，这个对流雨。对流越旺盛，云越多，雨越多。上面时阵对流旺盛，天气热还冷热嘛，地面被加的很热嘛，跟你烧开水才会有对流嘛，对吧？地面热，对流才会旺盛。所以什么时候对流旺盛？哪一个季节？夏天嘛，夏天对流旺盛，一直对流到午后就产生什么？午后雷阵雨的台语叫啥？你有听过西北雨无？念袂西北雨，直直落，一阿鱼袂带某，土西兄拍落鼓，梅兰婆土沙扫，天色暗，找无路。看金来火金菇，最好是唔来借路，西北雨直直落。这个雨，西北雨午后雷阵雨，西北雨。来，第2种地形雨，地形雨，迎风面地形抬升，咱画遮好风安尼吹过来，这个迎风面叫云，这个山坡就落雨。翻山过云了，雨拢落了干燥来遮无。所以咱冬天啥咱南部遮足少雨，就是北部基隆遐是宜兰基隆遐是迎风面，所以东北季风互因落雨。过中央山脉到我们南部变下沉气流，水汽拢落了所以咱家冬天无雨咱家冬天就无雨夏天咱迎风面变做
重叠啦，夏天又有台风，又有季风变成我们迎风面，所以我们南部降雨它无平均啊。来，第三种锋面雨啊，后一节才会讲到锋面，冷风、暖风、自由风这种。其实锋面也就是因为别鱼的锋面对流旺盛造成的，一切异常天气都是对流旺盛造成的，对流旺盛就会形成异常天气。都简单嘛，你看所有天气当中，你对流层来，你若空气平流，那有什么天气现象？所以对流越旺盛，各种特别的天气就会产生。后来，咱第二风的形成，这里画有二轨哈，风是从高压往低压吹。来，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多少人搞错，风向是风来的方向还是风去的方向？咱今仔讲北风，北风是风从北边来，还是风吹向北边去？你看，很多人搞不清楚风来的方向啊，北风就是风从北方来，东北季风也风从东北来啊，你搞错就完全180度反向了哈。咱会让天气图围着等压线，围着等压线，甲地形的等高线相同。你看地理等高线是地形的高低无？压力的高低，你的等高线等压线越密，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物件梯度越陡，对无？所以梯度越陡，你这座山你遐梯度越陡，你人哪淋落，哪淋愈紧。你若等压线的梯度越陡，代表安怎？就风吹了愈紧嘛，风速越大，安尼会理解哈？好，来，咱有当时会形成一个高压或低压的中心，唔是讲伊偌悬偌低，只是伊边仔会较悬较低它比旁边的高还低。咱用这个符号，别圈圈，低压中心给一比周围的还要低，这个低压中心。唔是讲它低到什么程度叫低压中心，加减 H， low 跟 high 嘛，低压高压嘛。来，低压中心空气的密度是大还是小？压力小，空气的密度会安怎？不然刚讲压力大啦，压力大，你看高压这空气的密度会安怎？比较大，对不对？密度越大，东西会往哪边？落来对不？所以高压是下层，中心，低压倒边，密度小会安怎？会起哩，会起哩。来，对一个有云，哪一个会有云？对，有云。起哩的有云嘛？落来高空是水汽比较少的空气嘛，所以高压中心若是高压，你听高压你就知影袂落雨嘛，无云嘛。低压就安怎？会落雨嘛？咱莫讲歹天气啦，有人比较喜欢下雨的有雨的天气。问题是，你在地面空气上升了，你才袂形成真空嘛，一定会爆过来嘛，所以为四面爆过来嘛。这高压落来，伊嘛袂累积伫遮嘛，伊落来一定会伫地面一定安怎？为四面流出去嘛。问题是伊流出去，伊唔管入来流出去。咱讲入来好啦，咱举一个例子啦。我问你一个，你那个洗手台塞子拔掉，迄个水是毋会流落去？你水流落来，你敢是流滴嘞？一定有漩涡嘛？你画较近10几档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敢有注意个漩涡是顺时针啊、逆时针还是拢有？你冲水冲啊侪档啊？你敢有注意过？
它是逆还顺还是随便，都有可能。以上皆是，对吧？你观察利用，你没观察，你冲便便也观察一次啊。你有没有观察你的？还是你有观察你的？当时有人也写一篇作文，写得好感人。他说：“哈，我今天决定我的人生要努力奋斗。为什么？因为我早上冲便便的时候，看到我把按钮按下去，然后那个水流下去，然后我的便便呢在急流中努力不懈，不让自己冲下去，在那边挣扎，我心中深受感动。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应该像这样一样，有便便奋斗不被冲下去的精神。”这文章听起来有点味道，有点怪怪的。林刚我有赢，公式演过，我才发现以前我错了哦，我以前教错了，我以前都跟学生说北半球跟台风一样，就是逆时针。结果我一直看到公司那节目留言追，他真的是用特殊的仪器去做实验，而且他还甚至北半球、南半球去做实验哦。我以前都说北半球就是逆时针，南半球就是顺时针。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从实验证明都有可能是之前的微扰动造成。我要找看这节目个有无？公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叫留言追，有人看过无？足久啊，足久啊！啊，不过 YouTube 应该个找有啦。为什么会受这个影响？很简单，跟我们接下来有关。低压流入来，我教你哪记？你有我个文明呢？卫星云图里面，我们的台风，但是台风几节低压中心哦，它怎么现？顺还逆？天气台湾台风你有印象了？来，我帮你回想一下，我们台风是不是都像这个样子？这叫西南气流嘛，的台风的尾巴嘛，所以台风照料这西南气流会落雨嘛。啊，你哪流到北部这边转进来，如果淡水河口这边转进来，它就怎样？台北盆地就海水倒灌，顺还逆？逆时钟方向嘛。来，所以记接哦。为什么南北半球相反？相反，会有这个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你记北半球的低压，北半球的低压就是咱的风台是逆，记这就好啊。因为你记4个容易乱，把个盖倒并，所以南半球加以啥？南半球的低压是顺时针，啊，不过旋入旋出，你莫把它倒并啊。低压共轨啊，不管南北半球，一定是旋入；高压一定是旋出，这跟南北半球无关。跟南北半球有关的就是顺跟逆而已。这低压一定是不管南北，一定是旋入；高压不管南北，一定是旋出。按哥。这个正好相反，所以北半球的高压是安怎？跟低压相反，所以这是啥？安尼一样，知道不？记这个就好，因为高压你看不到，高压没有云啊，你看高压的云图，你怎么看得出来？只有我们台风有云图嘛，所以记这剩的倒并，你甲记4个拢啊乱去。来，咱来看季风，咱台湾是季风气候哈。
季风跟后边气团有关系。台湾你加，冬天影响我们的是大陆冷高压，夏天影响我们的是太平洋暖高压。冬天是冷气团，夏天是暖气团，但是冷暖气团拢是高压哈。有的人想讲啊，一个冷一个暖，一定得并一个高压一个低压，没有这回事哈。冷气团、暖气团都是高压。来，咱甲我讲北半球的高压是安怎线？顺时针对不？啊，高压与顺时针嘛，所以顺时针啊线，冬天时啊线，所以到台湾家哪个方向来？东北来。所以冬天吹东北季风，夏天是这个气团发威啊，它也是顺时针，所以怎么线？它问题是太平洋很大，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在这边，有可能在这边，有可能在这边，所以它有可能南风、东南风、西南风。那有讲西南季风啦，不过有时候是南风嘛，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在哪里不一定嘛。这个季风气候这个季风气候。好，一张。我会记得我以前伫东沙迄阵我有甲伊讲过，我伫东沙做兵。有阮东沙冬天的时阵吹东北季风，有够强的。那个强到你伫外口行路会被风吹跑。所以你在外面怎么走路，你知道吗？你若安尼徛伫顶这东北季风来，你就被它吹着往那个西南方跑。所以你要走路的时候，你怎么走？你只好身体倾斜，向着风的方向身体倾斜。这力的平衡二轨你就倾斜，让你的重力跟风力的垂直造成一个平行的分量，去抵抗那个风力给安呢。所以很有趣的是什么？我站在炮瓦看那个阿兵哥在走路这是一个人体的风向计，你知道吗？你看它倾斜的方向，你就知道今天风向是向哪边。然后你看它倾斜的角度，你就知道今天的风速多大。风速越大，它身体倾斜的越严重。讲到肾